伫咧新北市发生学生放挂颔棍死亡的案件，这死者的家属就发出公开批，强调反对废除死刑。这死刑的争议呢，伫咧顶礼拜总统候选人辩论会当中，还有其强调反对废除死刑。也拿这罗清德是认为爱对这犯罪源头去改善。另外，郭文德是讲要甲这个犯人关一世人，而且袂当搁再放出来。 1月13就是投票日，选战已经拍到尾段，三组总统候选人伫咧废除死刑的议题嘛战甲一扑扑，而且伫电视辩论会顶悬拢有表达家己的立场。台湾有80%的民意支持维持死刑，反对废死。所以今仔日嘛咧问民进党，你执政8年啊，才执行过2件，即摆还未执行的38个，这个人对我们受害者。 如何交代啊？也那罗清德是强调，死刑要有严格谨慎的执行定数，上要紧的是要对犯罪源头去改善。台湾现行司法在死刑执行上有一套非常缜密的程序，很多人不希望废除死刑，我理解大家心中的不安，但我们仍应回到问题源头来改善。最好的刑事政策其实是社会政策啊。 另外，郭文泰是表示，执行死刑有国际压力，伊是公开提出终身监禁的做法。死刑不管在大陆、在台湾，甚至我像在华人地区，这是有文化基础的。可是要面对世界的这压力，怎么办？你知道吗？我目前想得出来折中方案只有一个：如果真的要不执行死刑啊，那就真的要终身监禁，不能放出来。 三位总统候选人分别徛伫无共款的立场，提出家己对死刑的态度。废除死刑的议题，伫台湾有关是非常有争议。但是死刑监就代表实现正义，死刑监会当阻止犯罪。台湾是民主法治的国家，民意人权和国际压力等等，拢是未来执政者爱思考的重点。记者卢尚如、曾俊尧台北报道。